台湾设计展按算10月2日到11月初10要伫台南举行，也毋过朱店区的霸东的大菜市，因为附近道路的工程，本地是按算8月会当完工，即马传出讲要撑到11月份。市政府是强调讲工程袂去影响到设计展参观的动线甲安全。 有100年历史的大菜市，自2011年开始修复了后，新面貌到今也未正式对外公开，现场也阁继续在咧赶工。不过10月2日到11月初10，台湾设计展要伫台南举办，9月主展区有3个伫大菜市。不过大菜市也阁伫咧施工，一寡工程爱到11月16才会当好势，外界是真烦恼。看起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担心，可是也有看到他们的反馈，就是说也很积极的赶快要去完成这样。 那他们预计是说，大概在10月初就可以进行快要完工的阶段。那我们不希望说台湾设计展，在因为这个外扩卖店的一个状况而变成工地展。市政府市场处表示，因为最近落大雨、风、台等天气因素影响到工程进度，会赶伫10月初10进前，甲市场估值本体、建造仓库含完成外观秀面、国华街这边等展览空间做好势。 积极的赶工我们西门市场的周边街货的改建工程，预计我们将在10月上旬可以陆续的完工，届时将有焕然一新的面貌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。也那台湾设计展是由文化局先进行布展，会伫咧活动进前完成铺面整备，而且配合市场处的工程进度，让参观的民众会当有上好、上安全的参观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